各位網友大家好，我係鄺俊宇。今日係2025年5月11號禮拜日啊。今次同各位網友一齊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時事熱話。咁啊，先講講呢咩怪聞都有㗎。咁啊，據報今日嘅熱話之一呢，就講到有個講普通話嘅男子啊。咁啊，佢行大霧山㗎。咁啊，竟然啊抬走咗人哋嗰支嘅標距柱啊，即係嚟行山嘅時間呢，知道自己係邊個位置嗰個嘅公用嘅標距柱喎，係點樣嘅熱話呢？同各位一齊講講。咁啊，另邊廂亦都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時事熱話。講落去之前記得撳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嘅頻道，睇廣告越長係對鄺仔最大嘅支持啊！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事不宜遲，先睇睇呢一則最新消息。根據 HK 嘅最新報導，咁啊據報咧有一個講普通話嘅男子，咁啊佢行大霧山㗎，竟然啊抬走標距柱，咁啊疑似嘅當事人呢係被起底嘅喎。內文提到啦，行山呢成為咗近年內地遊客來港嘅其中一個目的，咁啊旅客郊遊嘅時間嘅不當行為呢，亦都逐漸增加㗎。咁啊，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有網民近日疑似上載早前嚟到香港嘅時間，喺大霧山竟然移走咗麥理浩徑一支嘅標距柱嘅片段㗎，再以普通話就聲稱麥理浩徑輕鬆拿捏喎，咁放在肩上跑走㗎，咁其後佢呢係將標距柱移回原位，咁有其他嘅網民不滿㗎，轉發佢嘅影片並公開佢嘅身份，號召報警喎。嗰位網民公開嘅資料呢一個疑似涉事嘅人大部分嘅小紅書嘅貼文都喺河南上傳㗎。今年4月佢疑似曾經嚟過香港，到過麥理浩徑㗎。出發之前曾經喺小紅書之上公開就招呢個旅伴即係同佢一齊旅行嘅人。01已就事件向漁護署查詢㗎，正在等待回應喎。以上嚟自 HK 嘅報導，係咪真係冇嘢好玩呢？據報呢一個疑似嘅內地旅客竟然喺行大霧山嘅時間係將人哋嘅標距柱成支攞起，再放喺個膊頭上邊就拍片。佢最後係有將標距柱放回原位㗎。不過咁樣俾你攞一攞成支嘢攞出嚟咁都得㗎，當成玩具喎。甚至自己拍片貪過癮㗎，放上小紅書。結果驚動網民廣傳呢個消息，希望報警拉人咁話喎。據報01正向漁護署查詢㗎。另外亦都講呢單消息喎。根據 HK 嘅報導蘭桂坊街頭凌晨大混戰喎，10幾人推撞扭打，有青年被掌摑兼扯衫㗎。台灣女子喺側邊問呢一個係咪可以免費睇㗎？咁樣話。內文提到啦，中環蘭桂坊打鬥事件時有發生。今日5月11號凌晨，10幾人喺德己立街55號對開打交㗎。過程就被台灣旅客影低放上網，問夜遊蘭桂坊呢一個係咪可以免費睇㗎？咁樣事件當中有一個23歲嘅男子遭到掌摑同埋扯衫喎，佢嘅臉部受傷㗎，被送院治理啊。警方將案件列作襲擊同埋刑事毀壞處理㗎。當中有一個嘅台灣旅客上載事發嘅短片。超過10個男子凌晨喺蘭桂坊街頭混戰，酒吧內外嘅人士食花生叫囂咁話。以上嚟自 HK 嘅報導真係説好香港故事啊！據報成個過程就俾台灣嘅旅客影低咗，就問係咪可以免費睇㗎？咁樣即係講笑啦。另邊廂據報警方係接到有人報警㗎，不過暫時未有人被捕啊。蘭桂坊打交就不時都有發生，今次成為咗一個嘅網上熱話喎。另外亦都講呢單消息喎，根據 HK 嘅報導港人男女坐郵輪沖繩落船就冇咗影，累到全船人白等1個鐘㗎。船公司將護照交咗俾碼頭嗰2個人係要自己買翻機票翻嚟香港㗎。同船嘅旅遊達人蔡朗清就話又俾人標籤咁話
內文提到啦，有2個港人啊，乘坐呢個嘅鼓浪嶼號嘅郵輪啦，到日本旅遊㗎。咁啊，到禮拜4喎，5月8號就喺沖繩那霸回程返港嘅時間不見蹤影。最後啊，郵輪等咗約莫1個鐘頭，都未能夠見到2人出現㗎。為免影響行程啊，船長決定啟航㗎。船公司其後聯絡到2個人，佢哋呢並非因為發生意外而未能夠按時上船喎。咁啊，最終呢需要自己買機票返嚟香港㗎。咁啊，而喺同一條船上面嘅香港人表示啊，為佢哋感到難為情㗎。咁啊，而且感覺呢不是味兒啊，就話呢香港人又俾人標籤咗喎。咁啊，當中提到啦，負責營運鼓浪嶼號嘅星旅遠洋郵輪啦，證實有呢一件事㗎。佢哋表示啊，最終透過事主購買船票嘅旅行社聯絡到呢2個人。咁啊，得悉佢哋咧係因為個人行程安排問題，咁啊趕唔切咧上翻郵輪㗎。咁啊，相信同香港同埋日本咧有時差係有關㗎。咁啊，2人未有留意先至導致事件發生。以上嚟自 HK 嘅一個報導都好醜怪喎。咁啊，據報咧2個香港人咧乘坐郵輪㗎。咁啊，結果咧去到最尾一站嘅時間啦，唔見咗人喎。咁啊，郵輪都算係咁噶啦，等咗1個鐘頭啊，都唔見人，咁啊決定啟航㗎。咁啊，將2人嘅護照咧就擺咗喺碼頭。咁啊，據報咧2個人並非發生意外喎，而係咧趕唔切嘅行程啊。據報有人可能咧睇錯時間㗎，唔記得咗日本同埋香港咧係有時差喎。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啦？咁啊，據報同船咧有另外一個咧叫做咧旅遊達人啊，阿蔡朗清，佢就話咧真係覺得好瘀啊，因為咧感覺上咧香港人咧又俾人笑啦。咁啊，其實近年咧去到日本旅遊咧都有唔少嘢咧同香港人有關㗎，例如咧香港人到日本自駕遊啊，咁啊屢屢發生意外㗎，亦都成為咗咧網上嘅熱話。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呢？不妨留個言傾下偈。今日另外亦都講呢個消息喎，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咁啊葵涌石梨村啊有個12歲仔同佢阿媽咧喺屋企裏邊因為瑣碎事嘈交㗎，咁啊驚動警員上門調查。內文提到啦，今日5月11號係母親節啊，咁啊葵涌石梨村呢就發生母子爭吵事件。早上近11點鐘啊，石梨一村石安樓一個母親疑似因為家庭瑣碎事，咁啊同12歲嘅仔咧嗌交㗎。咁啊警方接獲報警話咧有人打仔喎，隨即趕到現場啦。但到場過後咧，發現爭吵已經咧平息咗，事件冇人受傷㗎。咁啊將案件列作糾紛處理喎。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喂，今日母親節喎，同阿媽嗌交。咁啊，另外據報咧，嗰個人咧係一個12歲嘅仔嚟㗎。咁啊，未知咩事啦。不過咧，驚動鄰居報警。咁啊，警員上門嘅時間咧，發現爭執就已經平息啊，事件列作糾紛㗎。另外亦都講咗相關消息喎。根據 HK 嘅報導啊，西灣河有個男子同屋企人咧因為錢而爭執㗎。咁啊，再襲擊保安員啦。咁啊，警方呢係要用警棍啦，同埋胡椒噴霧啊，制服同埋拉人嘅喎。內文提到啦，西灣河發生襲擊案係今日啊5月10號約莫1點21分，有人報警㗎，話喺耀興道68號一個住宅單位裏邊，因為金錢問題，同一個姓林30歲嘅男嘅屋企人啦係爭執㗎。期間呢個姓林嘅男子懷疑出手咧襲擊大廈嘅保安員啦。咁啊，警方趕至現場㗎，姓林嘅男子拒絕合作。咁啊，警員向佢口頭警告不果，於是以警棍、胡椒噴霧將佢制服。咁啊，警方經初步調查過後，係以涉嫌襲擊引致造成身體傷害，拘捕呢個姓林嘅男子㗎。咁啊，事件當中，姓林嘅男子嘅背部同埋頭部受傷。遇襲嘅68歲姓朱嘅男保安員呢，就手部受傷，2人都清醒㗎，被送往東區醫院治理喎。以上嚟自 HK 一個報導，都30歲人㗎啦，就同屋企人呢因為錢嘅問題嗌交，咁啊唔知邊個問邊個攞錢啦，咁啊報導裏邊冇提到啊。咁啊另外報咗警過後呢，咁啊據報警員到現場呢，佢都係未能夠咧平復情緒。咁啊另外事件當中呢，有保安員係遇襲㗎，案件調查當中。
咁啊，另外亦都講呢個熱話喎。根據 AM730嘅報導啊，牛頭角彩興路啊簡約公屋即將完工㗎。不過網民啊認為喎，呢一棟嘅簡約公屋係有前蘇聯啊建築嘅影子喎。咁啊，內文提到啦，位於牛頭角彩興路嘅簡約公屋即將完工，兩座樓宇分別高達18至19層啦，係提供2290個單位，預計第二季入伙㗎。咁啊，近日有網民啊發布呢個建築最新嘅照片，咁啊有網友甚至認為佢呢係有舊式嘅風格，就話呢係有前蘇聯嘅建築影子，亦都話呢嗰啲60、70年代嘅公屋款式翻晒嚟喎。咁啊，近日呢網上討論區有網友發布呢相關嘅照片㗎，就話佢呢簡約公屋起到好靚喎。亦都有人認為嗰個設計呢流露住呢個蘇聯嘅粗獷主義嗰個設計風格㗎。咁啊，另外有唔少網民直言呢個項目睇落去呢似本港60至70年代嘅公屋，就話啦係似瀝源村嗰種呢舊長型60至70年代嘅款，真係時代倒退咁話。以上嚟自 AM730嘅報導，咁啊唔知各位網友覺得呢一棟嘅簡約公屋似乜啦？咁啊成為咗網上熱話，網友話好似呢嗰啲嘅蘇聯嗰啲嘅粗獷主義嘅建築，亦都有網友笑呢佢嘅設計呢似係呢60、70年代本港嘅公屋設計喎。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呢？不妨留個言傾下偈。我係礦仔，我哋下節短片繼續傾偈。